世界翱翔破，下面煮着煮成粥。今天我自己在戏剧学院上完课以后呢，就来探班，而且带了蛋糕来。我要犒赏你们，拍戏很辛苦，尤其这么热的天啊，这么多人的大场面，所以很辛苦，所以带个2个小蛋糕来给大家下午茶，所以带个2个小蛋糕来给大家。一公的老庄，然后这个老庄从一刚开始到完成，至少差不多要将近2个小时。接下来就是要弄好这个皱纹之后，就要开始上色。给我妈，阿妈，阿妈。你就不要这样。